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暗阳方法》。近几年，面对艺术方类艺术机的摄影变成一个最普遍的东西。但是在以前，摄影是一个无简单的技术。我哋今日欢迎来自美浓的陈世凯先生，来同我哋分享伊一路向摄影的作品同伊嘅故事。陈先生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世凯。郑先生，以前如开始搞摄影係哪幾個時節啦？其實佢還是差唔多嗰種語言成經都同我爸爸，咱我爸爸上去翕相嘅，都應該有興趣啊，所以佢差唔多2年生、3年生佢都開始啲翕相嘅，然後嘛都搞下來啦，冇乜個認真嘅。嗰種語言成幾時話係大片嘅時代吧？我是翕大片，一直都差唔多，那個爸爸放在以後讓開始用數位相機。我記得嗰時節嗰種像大片嘅相機嘅吧吼，伊啲大片嘛冇片嘅，俺爸爸攞我安排都冇搞那種。有啲冇講出去用，即係同我爸爸調拿相機。因為你啲相片冇相機加相片講，你翕出來馬上片子吼都看得到。但是嗰時一定要寫出來，唔能點翕邊樣嘅。所以說，剛剛係翕相嗰種神奇，嗰種迷人，很多迷人之處啊！你都會因為你係同個快門切開嘅係，唔點你看到嘛？佢啱講唔點啊，相機點會看到嘛東西，所以你都會人係嘅係都一種像哦，剛好加送來一些看點會看到有看到東西同埋小東西很衝突，一種焦慮這種東西，其實係一種迷人之處那個。嗰時亦都唔同我講，佢神奇嘅部分吼，因為我講想我講，攞嘢嚟講，到底幾時翕相，哪部分嘅神奇嗰吸引你啊？你要東西對我嚟講，有一部分係你記憶。每次看到一種相片，喺我視邊我都經常想到當時發生乜嘅事情，像佢講嘅乜嘅花，有乜嘅甚至天氣用嘅。耶路卡百姓用嘅，人去使用來連網嘅東西，我記得嗰次咧，我學生全部要點解冇乜記性，連學生嘅名字冇乜清楚。我係未看到相片都想記，小故事我記得。就在講相片嘅東西係一種，唔係講表面嗰種記憶啊，對我講是一種係嗰種故事嘅東西啊。嗰時候其實各種嘅時間，都對圖像安嘅事情都有安嘅反應。係都有安嘅反應，佢起來。變成講，這個唔係翕下幾時嘅東西，但是你翕下幾時間，你對下件事情嘅一種記憶、一種記憶嘅東西。係，都一種印象同心情。講真實啦，冇按理會啦，就是還是都就是翕好高。翕片寫出來，幾樣開始就想，幾樣你買東西啊，都有安嘅習慣，所以。還是冇按有研究啦，都翕好高咧，真是咧。咁你哋對各種畢業以後，話要繼續從事攝影嘅興趣嘅工作？工作是冇，我唔過今日都去讀書，今日都就見喺正修科技大學前身或正修工專。今日一開始做呢批人嘅小刊社去做人攝影做同美工做嘅廣東人啊，寫後嘅，都見過佢翕相嘅，是咪？他們都幾樣嘢，啱佢是都認識幾個朋友，是屬於攝影社嘅，啱冇參加邊間攝影社，都話都係從來冇乜個正規訓練，都去個讓剛安尼錯唔錯安尼，都翕下來。今日都佢是有看到其他東西去印刷品看到嘅。都真是感覺都冇空。係啊，記得他們都專科2年生、3年生嘅嚇，到年嘅76年嘅嚇，好很久。幾有看到其他東西印出來。但係其實求學嘅時間啦，譬如還是讀書美國專線生意咧。我年嘅74年呢批正修讀機械，讀個2年，啱過成績只是冇乜幾好，我都
辗转就转到一天子，在同一10年生，从76年又开始从天子口降转了，所以，伊咧真想拖规矩。可是一开始唔系拖也有关业样的吼，拖跟种机械工厂安尼东西。爸爸都冇嘛希望来做嗰啲东西啦，佢讲辛苦投入费钱，所以就希望讲阿冇去读上课，阿冇去工专，安尼也去读高中考大学，所以家都冇去读嘅健学校，嘅健学校。伊我想早期一天路安尼啦，因为谈到讲业样，海拔穿的都是哈，迄咪都可以做相关啊，吼，无如讲而家做相关，有本嗰种天子做相关。嗰种台体啊多诶，我想爸爸妈妈一定会担心安尼事情。嗰时候你咪讲工专啦，吼，谁来都读工专，吼，谁冇都读师范行业，至少出来有一个个保证的工作，其实佢从为一个教育的一种心态。行业嗰度都冇做呢事。咁后来真修毕业以后呢？我推荐给他都有时这甚至去班上，就看到日头从。海风起来给他感觉，伊也咧像还咧爱想做的事情，都过去2日才从海风起来，嘛东西2遍咯。你动他都感觉，也咧爱想做的事情。叫不用搞出归同阿爸爸讲，阿爸爸嘛过去嘛冇反对，叫他好大去，我冇做冇事，青菜就做啦。所以佢阿娘本来係都要記去美國讀書安尼。喺美國讀書有同清楚同爸爸講呢行入網絡講行醫師工作。有啦，佢媽咪講佢有啲人讀書啊吼，都怪唔會，真是，我們講客氣話，真是都莽莽撞撞的行過來，佢佢開始想嚟做廣告。所以，佢申請係呢一間大學，按到中央奧克拉荷馬大學，佢讀研呢，一申請一排呢讀研呢，視覺傳達系。其實佢一開始就語言上的問題，冇嘛嘅，都有些壓力，就冇讀下，就轉那些新聞系嘅樣讀，啊，就等於是。某種程度上都歸到等行安尼啦，都個企業，本自家興趣，都要規劃。啊，你做下落嚟，透過規劃，冇講開規劃，都有些興趣安尼啦，冇講規劃。但是做重要嘅事都唔會開。係，都個興趣都唔會有安太嘅壓力。係。過誒，加去申請研究所嘅還是想來做廣告，過加語言還蠻好。申請來講，那語言的程度我都給佢都拒絕。一直到按讀後，我申請附近的嗰個奧克拉荷馬大學嘅美術系，因為申請研的新聞系同美術系兩種啊，新聞系拒絕，美術系嘅欣賞，伊都經常係個歸戶嘅朋友。你講唔怕捱啲係要啲劇，冇咗好見，可能我就係土木，或者呢批嘢，都話你要誤打誤撞，同美術又同新聞要跳美術戲人。奧克拉荷馬係個美國總部嘅，佢應該講。物產唔可以講幾多，希望農業係重要嘅度，係啊，嗰都商業集散地，亦都多提名嘅總部，有2-3條泰國創業嘅洲際道路都係嘅交叉，所以都有個泰嘅集散場都係嘅，所以伊講農業、商業農，因為有都唔係講佢創業，唔過大家一定會去嘅地方，都從嘅。啲高價嘅地方，嗰時候你睇緊美國嘅時候，有感覺到講同台灣嘅嗰種教育嘅方式最大嘅差別有？只是有不太差別啦。有啲嘛有一部分出嚟自台灣多數同美國多數個太差別，
嗰種人講點呢個讀書都以前幾困難，人講啊，太不容易接擔心咧係咧語言嘅問題。對我嚟講啊，點呢個讀書有種如魚得水咁嘅感覺，因為語言啊吼，係講係咧負責任用態度同佢重要嘅。你都認為怕有本事，我一學期我想到學分，都想。我想我畢業還能落下試，想按多，拖係冇，加負責。而家唔會變，唔會變，唔會關注唔講到少呢度學分。唔會，一件事情對我嚟講不太嘅重視，因為我以前讀書嘅嚇都以前講，安尼 A 做到 B 做到 C 做到 D， 係讀書嘅唔係，條啲咩讀書嘅唔係，你講語材料 A B C D E。一次拖開來，我才再拖很多東西用它，所以對我嚟講，真是好嘅教育，因為有材料拖，你想要學，我唔會阻止我學，我唔會講我學，人家會用競爭，同時競爭嘅下就開始吸收到那些東西去。聽到自家能力，聽到自家興趣，選自家要學嘅課程。安尼，咱真係可以學到好多東西。陳思傑先生講，伊對萬世唔多會讀書，但是伊到美國接觸個新嘅教育方式以後，伊都有個新嘅想法。休息一下，睇下，我哋再來看更精彩作品，圖談更精彩故事。可是，其實語言嘅問題，應該係咧，學生我嚟教啊，從英語變係好啥，想法變係前進。反正嚟講啊，冇錯，兩個人嚟要幫助，對人嚟講，也係最重要嘅教育個點。歡迎過來安平方法，好多陳思傑先生同你分享一路向求學嘅過程。而家我哋再來問問看啦，伊喺美國都嚟學到乜嘅？像美國人教業樣，如果教唔講光圈啊、和明暗度啦，安啲東西技術嘅問題。嘅多多少少攏會啦，因為畢竟係大學1年成種課程，都甲人講吼，也咧乜嘅講像喺度速度用嘅，用嘅曝光用正確，多少少會講啦。不過等到2年生、3年生以後，人真係會感覺結構重要嘅，因為講，至少係學到教育地步，就因為講，也咧係你想做出來嘅東西。我用一種冇規定，唔係講我一天要講起一度速快慢速度一度，唔好人嚟講，你都同我寫出來，你同我做出來。其實對我嚟講，亦都達到一個平衡，總跟你講嗰種中庸之道。反正你這篇講下來，另外一篇都會升上來，亦都會達到一個平衡，平衡是好嘅。嗰時冇一天規定講，冇規定講，一天要用乜嘅快門用嘅時候，佢可能只係創作啊，佢可能只係搞啲東西，唔感覺安尼最好，係最好嘅，唔係講一天愛用嘅。對我嚟講，對我嚟講，人哋一對人嚟講，唔係講佢重要，反正唔做得出錯嘅，唔想要表現乜嘅手法，唔想要也動作係嚟凍結起來，都自己講愛。快能夠夾，所以前後背景它模糊嘅，陸地講吼講起來不用太都安尼，其他我用我都都嚟參考之下，你有多好。像那個時節的讀書時間，像那東方人多麼？太好不是有啦，不過研究所嘅係你去嘅係低，你去嘅係頭前有啲高雄人讀過西華書，你嘅多變樣，所以。佢下出從來的呢，冇講台灣人就真是東方面講將來的人咧。
我个有兴趣，你讲，佢像人的欣赏，像伊个英国嘛係入洋啊，無論美食啦，吼，北圖嗰度嘅伊個欣專家，伊哋對人哋對東方來嘅嘢有乜嘅無強嘅想法？其實，也唔可以講，係你從來嘅人一定做某個事情，總係因講嘅咩，就人講，如果隨條你來，做我隨條出去，啊，伊等於冇人講，咁唔想學乜嘅咯，唔想做乜東西，而係你冇唔想我做乜東西，你講係搞唔做乜東西，一種。一開始對我佢係個衝擊，因為以前好多人線上搞咩，學夠排好好嘅。係，而家唔係講，唔好突然研究所嘅，應該係咧學生嚟搞嗌，樣錯，因為邊係後生，然後想法邊係前進，係咧嚟搞嗌樣錯，因為講嘅你好有意思嘅想法。乜講可以教先生，唔可以教乜嘅本先生咯。我哋亞洲台灣學生就是初我哋都係搞乜東西啊？對人嚟講，所有唔可以教出學生嘅，都係一個新嘅教材。因為學生嘅無相同嘅人，會講無相同嘅事情，無相同嘅生活背景嘅人，我有無相同嘅用想法嘅東西嚟講。有啲對人講係個太創造元素。伊地方嘅東西，按過伊地方嘅東西，佢下唔記得就來學生嚟同先生講，所以我幾多像我哋先圖書館講嘅教學相長，嚟教啊要學兩個人來應幫應過，所以對人嚟講有啲係對從咗一個教育個點，唔係講先生教酸嘅，但係做先生啊，他從先生學生學東西。嗰個學生嘅某一啲，伊自己會某個東西。安尼咱可以講，伊可以教欣賞乜個東西。對人嘅研究所嚟講，研究生有東西咁個重要。我感覺講研究所以後，先生真是唔會主動教乜東西嘅。先生我同佢做研究，一直用強卡，因為學生係有乜東西。先生嘛學過多，先生我提出一些意見出嚟，跟學生嘅影響因果。對人嚟講，學生真係冇乜料啊，研究感覺有啲學生冇乜用嘅。對有啲學校嚟講冇乜刺激，冇乜成長空間，咁學生一下都唔可以出去嘅。我哋而家台灣嘅教育幾多時間，如係學生嘅等等欣賞教乜個東西，但是偷偷真是跟先生分享嘅，如講。其實美國嘅教育地位，有幾多係欣賞等等學生嘅唔可以教嘅乜個東西，係根據自家嘅能力，或者就去同教乜個東西。安尼我俾學生嘅自己本身提供學習乜嘅，努力乜嘅，專長嘅乜個東西。像安尼嘅方法，對於啲東方人嚟講，先生要特別講因為講，東方人唔翕嘅相片應該冇同人哋美國人共樣吧？看你嗰種國土，同嗰種環境上裏邊翕嘅東西，觀法嘅東西。只是每個人嘅看法唔同啦，唔係講從來就有乜個樣文化背景，佢已經有，不過佢會印象中看到乜東西冇，佢都未必。我記得我香港講嘅貴人做 Andy 啊先生，你係咪碩士班嘅先生咩？係。伊有邊個我朋友嘅，係記得佢喺前嘅開學以前，先前嘅，時陣內容真係嘅，因為講 CJ 啊，CJ 從台灣來用，然後坐下禮拜印度，啱個已經從幾萬個人抽去拿一下俾大片50坤50件，有啲。就是拿來用，唔會查落嚟，以後都拿圖有帶邊回去，然後省一些錢。啱係印度一年啱係過嚟嘅啊，50件大片去翕係去寫出來，咁個打個樣板出來，我都是要投嘅。一年地位去翕50件，啱係翕乜嘅啊？有可能我哋利用翕乜嘅啊？也係呢種這個東西啊，唔係唔好輕視嘛，嘅，這個做出來。
对我讲这个太充实，因为我对有的题，有的重要还能按别题目的重要。我你去见他可是还对吸引人体给他过有信心。我用是干嘛什么东西？就真是民业体验一些从相多的人的各部分用的灯光用的白吸出来。然后讲是干一干36种，安尼下来哦。180，伊下都黑嘞，无呢唔打，佢啊差唔多2禮拜以後，佢50都冇，我還是叫佢再買2、3件，所以嚟佢係等於講上，不如佢係嚟做75件大片，翕波樣出來不兩款，都一按海貼嘅種種大洋片嘅不兩款。真是酸模年高，啊！毋過幾下都可以是，幾下唔見同人講出來嚟，啊個人錯用嘅，啊差唔多做相當一樣嘅會上緊用嘅，你就怕講出來，啊就怕都地嘅相片上緊用嘅，幾下天你當然嘅，所以先生冇講乜嘅，你講按你做乜按你做，一定要問。做乜嘅按你做嘅係，我講得出來，因為冇乜嘅教科書嘅資料不一樣款嘅，你說哎底下上乜嘅，底下是不一樣，其實這種一問一答之間，變成你個會創作嗰種元素，係，你都印來印去，哦，佢下係應該要用嘅取景，講嘅按用行，總係講嘅係一個太嘅衝擊。我以前有唔會查欣賞，不過從來冇用按教育方式，所以我樣地講，也都係一種某種程度上的負責任，因為我用嘅，唔都想幫先拿咁多，唔是講咁多，所以也咧別弄來應責應夾，因為唔想輸，佢係咧總係咧創造動力。嗰是本安尼伊個自由嘅創作嘅環境，反而讓這個演員講，也其實要對這個負責。係，經理人唔係講，也唔係50件係線上搞嘅本嘅作業。唔係，其實伊係這個同線上交流嘅重要一部分。也係重要一部分，但是原來迄種講，也係咧重要，個東西一定唔會好。我想講，你係你唔想做嘅事情，啊忙都冇嚟咩？冇喺面前落嚟處理。嘛，都是唔是草一樣，你真係不應推後怕。唔妥到嘛，講到一定係感覺到佢有新鮮嘅東西，就講你因為你做我也75件，你發現講你可以翕按度，可以做按度嘅事情，對香港人來講嘅部分。做中業香港人對以前最強嘅一件事情，但是讓50件嘅大片，其實唔係嘅中業，喺全世界線上本自家嘅一啲期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來談到更精彩的故事，就按你耗材這個區。顏色會使你眼盲，有泡沫統統，因為除了有泡灰色、灰階以外，我對追講要上面啲光毛，主要講跟點都搞過重要搞過困難去呈現。分享過來安平方法，受到鄭世界先生同我哋分享一啲美國通研究所嘅情形。鄭先生，幾時前通過研究所作品有去參加比賽嗎？有啊，啲參加比賽等於是做美術人的一種驅動的力量之一，所以因為有啊。聽講有一啲喺本嘅博物館收藏係咪？佢喺啲樣嘅作品同睇下人說明一下喎。其實係佢係些風景嗰種東西啊，我都一啲人就都簡單，因為都係幾個好多
一个总结哲学用老庄思想，几样都同啊，几种东西，空啊是爱实上的元素之一，所以爱全部过简单、过刺眼的东西。我有一种算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嘛，第一次都很好兴趣，运气安尼都本一个然后搞美术馆收藏。啊，嗰种相片还能来去路方看到一个突然模的种落雨嘅树头做雨嘅，啊就看到个活动，底位有那种一条长过来明暗用阴影下来，啊个叫天空有乌云下来嘅啊，啊隔壁有日头。一条长过来，我都是讲我对个对个是几种活动同天空嘛，都个简单，不过都云也同样的同样不一样，那个个简都很侥幸，给美术公公因为没查啦，都该收藏下来。比如说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嘛，第一次。都对面去给他有这种相片。过后不一些有参加一类给他得住奥克拉荷马肯瑟斯同科罗拉多密苏里五州的摄影竞赛，让他参加自然组，就是去风景用组。有一种相片，日本还有是希腊式的题目是相的，给他把差不多40人公斤的机器啊那行，你会从去雪地上的那行，个一行都熟悉给他，都看到条件有在雪地上有跟差不多15公分的裤子的呢，比较嘛就上了4个回，是跑到鬼。按房价按时给他摄相片，看到一种像我4块那好诶，很侥幸都拿体里面，所以对我来讲，只是对提供吃年，都只是吃年，都不是太多东西，简单我有个好的东西出来，就以前来就是相片嘛有样类似的那个想法。吃年多就东西都出来了。可是其实我头都谈到吃盐哦，唔单止係講人太吃盐，我們感覺到講唔止個吃鹽，如果有東西做出來，唔多都有講到一啲，唔因為講把東方嘅嗰種老莊思想用喺睇唔翕相嘅構圖啦，網絡上面，當初都有安尼想法，唔過好老莊思想啊。係，還是看啲書嘛個怪，用種老子、莊子用。香港人嘅香港人應該冇可能用錯，不過就以後都聽明嗰種都會，就當下思念嘅東西，伊都去搞做出來，唔是伊追求。啊，有東西都影響到我以後是想嘅事情，不管去拍所謂嘅山水風景，但是還是我後尾做，又會是紀錄片人像。從來冇感覺講哦，有啲東西用扮個重要，你用重要，有啲東西要空來講個重要，冇，你都提嘅咧，啱多看得到，看得到都看得到，看唔到都冇人。像我見到讀懂都有人，我見到讀唔懂都來世再將回來都好，我都好。唔去強求講畫面一定要讓我講。係講幾時間你看到某個東西，你讀到某個經驗，以最自然的呈現的方法嚟去按。可是像咱哋對於美國古來以後，還繼續做安尼嘅入樣嘅創作。有，其實我差唔多到4年以前，讓開始讓重新再用彩色。以前都唔好用彩色，因為彩色佢。太簡單，但是有人講彩色啊，色神啊，可以取代幾多東西，但是一幾多5%嘅時間，佢都變唔係。
因为也要线条，吼，也要构图会清楚。对我来讲，彩色啦吼，有可能会被人吸引过去。啊，有个相片色过奖哦，用的。你们见的看底位提供嘛东西，五胖无相同，因为除了五胖灰色跟那种色阶、灰阶以外，我都追讲要相片提光芒的东西。对我来讲，跟等都搞过重要、搞过困难去呈现，因为我都同佢拿只有伊个，才是你可能都产一个诗情的精髓，因为。而家看到有突然发讲到颜色会使你眼盲，因为你给他看到太多颜色，我见得有个事情的真实的点，还来我被颜色所吸引，俺给他都等是我认真看的事情的，里面也同颜色拿只有去可能都无怕同中间的灰阶。可能真实的事情的本身的本质，这样都一定要注意看的东西，所以不是讲当时的东西啊，也是最刺眼、最真实的东西出体下去的，你都刺刺眼眼去特点不能看到。因为有譬如讲有拍到一种正面对决，表唔着，唔来光芒的东西都会清楚的做出嚟。那也睇下摆嘅湖拍嘅嗰種水咩嘅風格地位，做乜我想到講有按到流拍嚟嘅咯，感覺到講主題唔係講幾清楚，但是感覺中間都有啲幾睇嘅流拍，像你嘅想法，喺當初很容易去取景。要麼真是都，都真是唔知道畫圖，啊我鬼好看人畫圖，鬼好看以前那種水墨畫，唔知道畫，啊我看以後，剛剛要鬼創業嘅東西。想辦法，每方做我攝像嘅，我都用攝像嘅東西嚟做出來嘛。其他都嘗試用帶片做出來，按人種嘅進步，按帶片以後，怎麼開始做埋數嘅影像？其他從用帶片、用掃描機做出來，都過做一些用數嘅影像。做得按你做類似。水墨畫那種嘅質感，還用嘅水彩紙印出來一種暈開那種嘅手法，所以我有嘗試做嘅東西，全都用數嘅碳粉做出來的東西，有點類似水墨畫，有暈開那種感覺。跟係你也是佢做出來用水墨畫啦，雖然我睇法，總係只做出來水墨畫，還是希望嚟做啦。嗰時用攝影嘅儀式。做出水美白的一種作品。而家就用用西方的美彩，透過東方的思考，做出自家東西出來。嗰時幾時的西方大片全部咪有出冇？哦，講到呀，我上次冇。其他有咧莫拉克風災、爸爸水災，我都見我是個安斯潘提面咯。其他面容都風災嘅係熱太水，啊我嘅規面容中同市場嘅個太傷害啦，佢都開順熱嘅，啊我帶片，佢哋都聽面容跑嘅一暗部，10多年嘅時間同完全相像，都對佢下完全冇原底。就存在底下都有掃描過地下中，然後揪出來一多種用帶片，用掃描做出來的東西啊。爸爸風災底下都本來個太轉捩點，因為同我以前10多年來所有的東西真強帶片嘛個相機鏡頭真強，所以這樣就不得不，真是開始使用數位相機啊！如果只是以前都只是，一點轉變，還是會心痛的。一場風災把10年的心血全部拋棄。面對人的風災，真是在身上有這個轉變。休息一下，等下我哋能過來。可是個鏡頭誰唔想啊？
这些毛败，用来喏，人做的啊，人不违反自然嘅话，就开始安尼效果。都是喊你人先来呀，因为土地喏，土地先来的嘛。如果人想要改变的土地嘅话，会违反自然嘅话，报应。反而过来安用方法，一场风灾，把10年的努力全部抛弃。面对安尼的转变，真是该先生，你这个让我去面对安尼的转变，这是钢头全部抛枪的。不止钢头、相机、带片，差不多，反正是做个以下差不多60公分的东西，全部冇的，胸肢嘛东西，金枪枪，跟。起码就不太转片啦，过来一个冲击，等于从头来过诶。从头，等于是以前把东西从模拟看到诶，嘿，所以某个东西全部要重新做过来。刚才发现没有开始有从事新的一种做法，无论讲新的业样的一种技术的开发。有遐咧风灾，虽然讲你可以好，可以看，可以上新遐风灾，个人个买的专业点，我开始就想到。人同土地之间的关系。嗰时也喺创唔记有一本嘅作品咧，讲呢10分钟嘅山水，點樣講安尼東西。佢主要啊吼，大家就是想按到風災因來因太，從自內土地嘅風貌都改變咧，用來喏人做嘅啊。人不违反自然嘅話，都開始安尼效果。都是喊你人先來呀，因為土地喏，土地先來嘛。如果人想要改變嘅土地嘅話，都會違反自然嘅話，報應。所以雖然太相同10分鐘，你不會做過多事情改下來。有的人10分鐘，你不會馬個過去10年都冇出來，然後10年地波，有10分鐘對於你來講，可能能夠對整治你的土地來講，過去10年，我聽說也10秒鐘地波，那10秒鐘改變回歸土地去的，所以咧真是，不管個太衝擊就會，你做某個事情，你做同樣的。從個土地改變某樣東西，就看下10分鐘的念頭，你用唔會行一片一條路，做那件選擇，嗰天又有人會選擇出來。突然之間10分鐘裡邊要改變的事情，你10分鐘裡邊你就看到一幅規劃的風景，你10分鐘裡邊馬上同一片山那全部殘黑，突然間這個一念之間。雖然講1年，不過就10分鐘，某個事情就可能就前因後果出來，所以也都變來，風災後都有了感觸，就不管做出來一個系列這種10分鐘的山水，就你講，還是你咪講，也咧風災從10分鐘底會同埋過去某個事情做。一筆勾銷下來，看起來嗰種有啲簡單的負債，但是其實伊係過去人為嘅做法地位影響出來嘅。就像頭先先講嘅，可能伊啲10分鐘，伊啲小林村都冇嘅，佢唔單止係江頭幫個都冇，係連樣都冇。嗰時現場也10分鐘嘅山水地位，你想我同他嘅人講都講，其實我哋人類也會代替係比自然更慢。係啊。但是我哋更加想要去改變自然，係啲違反自然。但是我哋冇辦法抵抗太自然的一啲力量。從現場咱哋對土地嘅嗰種關心，係咪慢慢的有一種轉變嚟講，其實對人嘅關心嘛開始。因為
实上佢佢好看到人同土地之间的那种互动。啊，有场子除了带片模拟以外，除了会是提用数位摄影器材以外，遇到一些瓶颈。啊，我都有咧机会拿到那个咧奖学金和富尔布莱特奖金那个一些，因为又感觉可是接触到人同人之间的互动，加上发现戏面蛮有意思的，又可是那可是重新来去看人，来去翕人那个事情啊。佢係67年101年佢係佢都拿個獎金咪嘅，其實咪嘅年文化以外，過來如果是演戲種作品的痕跡，突然講買咗很多南部人，台灣南部人，所以我就花了2-3年的時間，從屏東以北、台南以南來體驗所謂南部人的地方。視察走上走下，遇到我朋友講哦，佢要買一個奇妙嘅個講嚟，去啊嚟，佢認為阿你講阿間講我買個朋友去哪嘢，我以前可能冇有好冇做過以前，好冇係視察這種如何看到個奇妙點，就點下來，你做人個國門就想跟佢聊天聊就翕上來。因為我感覺嗰多年都呢面南部人都難死，都佢感覺步調比較慢，都有個我咪講某種程度上冇安好嘅觀念，冇咁咪講唔錯啊！我哋會感覺步調比較慢啊，也都我哋好處啊，啊我哋做事情嘛個認真，也都我哋重點，我哋都佢很扎實的。吃正飯，吃我們該吃的飯，佢扎實的等我條土地，有啲係想表現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就有咧想法講，來所謂真南人，真正的南部人。沒誰來南人吼，係南部的人。啊，只不過都生活一樣啦。因我就唔講迄，其實後來拿獎學金去美國翕嘅嗰種影像吼，同後來又要真南人嘅一啲內列嘅影像作品，感覺到講伊翕嘅人吼，嗰種安樣講，中下階層嘅人嗰度，因為對你自家本身嘅生活嘅嗰種背景有關係嘛。有些，我嘛有些就種都唔好。光鮮亮麗以外的東西，都係塗抹光鮮亮麗以外嘅東西出來。對我來講，行下土地最滋養。對我來講，古話題書在下北洋亞洲嘛東西最滋養。對我來講，書五分是最滋養。比較能來用很多嘅，有個知識同埋很多嘅文化有文化讓下嚟安尼東西，你做西裝，去城人去規劃環境工作，沒規劃嘅事情係啲，不過嗰啲唔係人真係想看到嘅，因為佢原來唔係講南部人台北、台中，仲嘅台灣，日本原來有看到人怕，唔講人台灣南部人嗰種特殊嘅氣質。咪係嗰種上下看到我哋有咪嘅特殊嘅氣質，人都按嚟，人都有過年嚟，人都係講唔是用天都最思念，嗰度嬉皮，咁個人嗰文化嗰度思考嘅，喺台灣南部看到嗰度，所謂做燈嘅啦，做家具嗰度，亦咪講出嗰度哲理出來。嗰種真是，我睇講一樣地講一項嘅真實嘅文化，啊，真是你一種人等人原來行過來成敗人，嗰種真實嘅人。嗰度嘅沙飛因為講嗰種我哋講勞工嘅階級吼，中下階級嘅人，感覺佢哋冇文化吼，佢哋冇受教育，但是其實我哋真是接觸過安尼嘅人，都批判講，佢哋即個嘛有即個什麼樣嘅一種哲學，佢哋嘛有即個從做事地方。好做伊個勞工嘅工作地方，
伊哋嘛有自家想法。種咱嘅有些美國人，有些台灣人，你哋也兩邊嘅勞工，我都講人哋也呢，我哋講兩頓土地嘅人，伊定自家生命本質有無共樣。我感覺不能我哋自家文化背景無相同，所以養成出來嘅人已經無相同。唔好講我哋講所謂南部，台灣南部嘅人嚟講，每個51族嚟講，每個族嘅文化無相同。唔止每個地方嘅上下，也做同一族嘅上下人無相同嘅想法。台灣按西、台南、高雄、屏東，跟人嘅想法有下擺無相同。咁樣係重點，因為這是係你的文化個重要嘅地方。因為每人裡面嘅思考無相同，冇辦法用一個差去講都係愛嘅人，也要做重點，看同一個相同東西有無相同嘅解釋。你對我講嘅嘛個人個重要嘅地方，一個重要文化嘅點啊。咁你來嘛？而家真係人咧呢啲協係嘛？所以咧。段落啦，所以咧段落，個海地呢啲喏，有乜個想法？旱地呢？咁講哦，我銀行看啦，我冇掉馬咧，唔過就是某種程度上買啲瓶頸嘅啦，所以相關用韓國語啦，係相同啲些查賬，另外爸爸問題，像係韓式爸爸當係抽過查嘅記憶，或者像我用同協當時嘅人冇聽。真白人，真中人，或女人，韓地啦，我覺得飲食，或者想看到做某事情，所以都喺度進行中嘅。可是感覺可能對人嘅興趣開始有時讓不來啊。哦，對以前如人體嘅業樣嘛，哈，然後大部分嘅時間都開始做山水嘅業樣，其實對人嘅文化，因為講人最快學嘅係乜？我冇人想講咧，我感覺工程師個表現就是將攝影過無聊，因為人做安尼都做啲嘅。我感覺人同個背景同樣環境融合嘅，讓開始有故事。對我嚟講，我會引導嘅故事出現，所以難啲要用講困難，工程師咧，至少寫落嘅人支持人。困難，你當下寫唔到。我認真，我寫過10種、20種、50種、80種以後，讓我種可能幾多年，人都有價值的。所以困難落來，我都嚟等加大個困難，因為唔係講要考我寫到幾多年嘛，你話真係困難。都等到啲時機到誒，緣分到誒，拖出來。山水有情，風仔無情，但是有情嘅係人。今日正式開欣賞，以生人對我哋傳統嘅學習開始，而彎彎跌跌，最尾喺眼望地步尋到自己嘅人生。我哋今日非常歡迎正式開欣賞嚟到現場。我想講下大家，謝謝。啱用方法，下禮拜再見面。嗰時我哋協起以後，唔見到學生咧。從土地行出來嘅人，最終會歸到土地。真是看一啲口號稀稀落落嘅聲音咧。從台灣到去美國，喺美國尋到自己嘅興趣，但是等於從美國歸到台灣嘅時間，真是看啲人講，仲係落地幾群最接近土地嘅幾群人，因為佢都係出生嘅地方。嘛係感情最深嘅地方。